AC Plus 啊，係如果呢光刷牙呢？個衰字已經識重有我跟更嚟，呢個問我有自己牽下事，我要打報。我自己係希望遇到紅，因為你就算遇到男人，佢人生難測，佢又救唔到你，可能就會對你做啲咩，所以我 prefer 係遇到紅。唔使我雞咩計咧？如果時話咧，我時間揾雞打報啦，因為基金互相去拍爛嘛，多幾隻能多隻嘅去拍啦，就是我可能就唔會一隻咯。如果呢兩個點樣小好啊，傻咯，可能各自為政啦。我覺得你會咁樣揀，因為你係男仔，你唔使驚啲嘢。我哋女仔咧就可能考慮得比較多啲啦，即係話多一個人可能可以幫到手啦。如果遇到紅嘅話，OK，咁我問你啦，如果你遇到嘅對象唔係男人係女人嘅話咧，咁你會 prefer 遇到紅定係女人？都係女人嚟好，因為都係多一個人分擔去生活所需啊嘛。我本是 I 隻嚟嘛，伊嘛是 I 隻嚟啊。如果伊買，因為根據美國 TikTok 呢批正式啱嚟 news 啊，辣雞打煲啊，應冇雞打煲，咪雞打煲嘅，嗰時做聲南波啊，所以 OK 啦，還是各自為政。你主要係因為你嘅性別你係男仔，你應該係嗰個女仔考慮緊要唔要同你一齊合作，因為佢又唔知你嘅為人係點樣。呀，是咯，就是我係。所以就算你甘願俾嗰個女仔同你一齊合作，但係你都要諗佢願唔願意。是咯，就是我即係題目啊，我是正正冇得閒啦。呢個係見仁見智啦嚇，大家自己嘅答案自己唔一樣噶啦。